今日咧，我哋就會同大家練功啊！咩叫練功咧？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原來作為一個演員咧，要不斷咁樣練功咧，先可以咧支撐到、維持到咧佢哋平時喺舞台上面嘅表現嘅。咁其實所謂話練功又係即係咩意思咧？不如講解下。咁我哋有個術語叫4功5法。咁4功咧就係唱、練、做、打。咁啊，今日咧就會咧focus 喺呢一個咧做同埋打嗰方面嘅。咁咩叫做咧？就係做手啦、演戲啦；打咧就犀利啦，就係我哋嘅武場，陣間都會涉獵到嘅。咁咧，大家咧練功咧就要先練基本功嚇，幾辛苦都盡量將嗰件事完成佢，好嘛？得唔得？可以。咁我哋準備開始練基本功啦。唔使話你 ，OK 係啦。好。最難係基本功，拉筋真係好痛。基本功部分應該係最辛苦嘅，咁我自己嚟講就覺得，佢哋可以再堅持多少少，即係例如壓腿嘅時候咧，老師如果話你話嗌痛啊嗌剩咧，一般都係會被譴責嘅。痛乜嘢啊？繼續啦咁樣。可能剛才嘅訓練咧係會有啲攰啊，可能體能嘅嘢，但係亦都要俾佢哋明白就係一個粵劇演員喺舞台上邊。咁如果佢哋而家已經咁辛苦，咁其實其他舞台上演員咧，可能俾佢哋嘅訓練咧係超過咗100倍、1000倍，反而係我會睇到個小朋友咧，佢堅唔堅持到底，都係可能要未來都係要有一個鍛鍊。咁我覺得戲曲係好一個訓練成個人嘅整體協調嘅一個，我哋要手眼身手步全部都要協調。咁呢個係一個好好訓練嚟嘅。我哋有一啲嘅訓練咧，唔係就一個人嘅。譬如話我哋頭先馬浪子就係2個，要點樣合作？你點樣同對手？我哋頭先講，喂，你哋要點樣紮架2個要紮得好啲啊？你哋要 share 個中間位啊？呢啲就係同。即係對手，即係同你嘅朋友，同你嘅同輩。因為做戲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到，係一團人先可以做到。即係我相信呢樣嘢可能喺粵劇啦，或者其實佢哋未來裡面咧都好需要，因為你無論喺學校，無論喺社會都好，你都要同人相處啦。點樣同人相處？點樣同人溝通？我相信都能夠學習得到咯。就係水就捲上去係好難捲嘅，但係導師就不停咁教。跟住教到我識為止，所以呢件事我覺得我好難忘。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大班嘅學習嚟㗎嘛，真正對住嗰個學生可能係1句2句，咁佢點樣能夠吸收咧？其實佢唔係淨係聽你真係面對面嗰個時間，佢係睇其他同學嘅偷師係啦嘅時候，再知道咧，咁對自己會更加有幫助。作為香港嘅小朋友，我會希望佢哋喜歡粵劇。咁同時學識咗粵劇裡面嘅堅持同埋忍耐，中意咯，因為其實我之前係純粹覺得好型啊，其他都冇，然之後，但係其實都真係好玩嘅，我越玩就越覺得，所以如果有機會我都會繼續去玩翻粵劇。1個車身你就識咗啦，3個車身你學習緊，未來5個車身等緊你，不斷有唔同嘅目標，希望你可以繼續去追求落去。咁就一定啦！如果有機會可以邀請下我啊！我係劉俊志，我係李慧瑩，胡拉 XOL。